我哋仲有2日就出仙騎士，抽個黃段拼一下先。地底人。升一下あなたの意見が聞きたいな。俺には普段から怪人駆除の依頼が殺到している。暇なお前と一緒に俺は俺なりに対空攻撃手段を持ってるんだ。你升一下。呢個升埋呢個，更加升完呢，然之後我哋升下豬神，專家2升起。O.K. 我用分唔到。あなたの意見が。你對戰一下。打呢個。受けてみろ。絶技。你食句口，豬頭食句口。アトミックジャンプ。呢個應該幾隻。跌落去。然後等一下，你又之後就出嗰個 UI 嘅，所以我哋只需要等多2日就可以。我哋今日對戰。受けてみろ。絶技。我哋打個呢個 ，OK， 贏咗，我哋排名頭先個第7位。咁我哋而家嚟揾下個排行榜，推薦一下個第1名。我哋可以見到佢哋呢度有6個都係紅裝嘅，佢分別係有 UR 鎖嚟嘅，UR 同UR 個豪傑啦嗰啲嘢，而家嚟挑戰一下睇下我哋戰力會差幾多。開始佢先攻，閃光野不提出，光之變速，即係查晒。殺斬亂陣，冇超絕嘅，不過係我黑光不屈，皇帝全速打擊。所以其實係我哋戰力差太多啦，俾大家嚟一個精彩嘅對戰。挑戰一下組織，我哋就我哋去個組織度
家園嚟。解鎖一下個手辦先，啟動呢個咩超鬧鈴之後，地底人同埋個吹雪啦，呢個都要啟動，呢個都啟動，連呢個極限選址都可以啟動，獎勵獎一下50粒鑽石，都幾多下㗎，唔好少睇啊！呢個都可以拎獎勵，唔錯，大概就咁樣。咁我哋就去挑戰一下個安靜，挑戰一下個組織。組織喺邊？冇理，我哋嚟打個波羅斯啊！今日我哋挑戰一下哥羅利巴斯，開始。我哋就最強陣容。啱出場就秒咗。呢個我細佬嚟嘅。細佬咪坐於倉度。呢個相當之唔錯。再打翻警方追擊。等佢有啲唔夠，所以可能打唔到呢個所以接住嚟睇下個傷害。嗱，前面最佳係個嗰個，你見到係閃光嚟。而家大唔地啊！我因為冇其他嘢攻陣。之後我哋嚟挑戰一下我哋組織嘅成員。我哋嘅真正係一個全部都拋甩啦！哇，佢啲勁喎！地底係最終係我輸咗。咁再嚟多一次，我睇下有咩其他最大同我實力相當。你覺得呢個得唔得啊？細佬？你實力幾多啊？我實力係33,490。呢個應該係打贏嘅挑戰。你幾多實力啊？嗱，見到嘅閃光可以追擊，諸神食咗佢，成帝咧，
呢個可以秒殺嘅喎。哇！地底喎。哦，剩低個黑光啊！咁佢嗰個最高設名應該就係黑光啊！受けてみろ。我哋選咗流光影集，諸神再食咗嗰個贏咗。全最佳嘅閃光，之後我哋嚟挑戰一下嗰個小莎莎有個龍卷喺度，佢用鳳凰，我哋挑戰一下，睇下。佢輸出應該主要係紅血。哇！呢個勁嘢嚟個，係啊，輸咗。安靜聽 YouTube。嗱，然之後而家呢個資訊啦，差唔多就係咁樣。我會打呢個叫林俊傑嘅一個小朋友。秒殺咗啦。咁我哋最後嚟咩下色？首先係火箭重塔，佢係有180嘅攻擊力，之後係螺旋燒毀炮，佢係可以連擊傑洛斯24%嘅生命嘅上限，仲有特化作燒，之後渦輪改造呢個被動，佢可以再生隊友嘅時候一個特化不屈可以擊發一次，分翻之後就換翻釋放咗160攻擊力嘅額外傷害。何それくだらないな。機器被揮擊，佢會120攻擊力傷害。再嚟就係機器被亂打之後，佢就130%嘅攻擊力。天才少年，佢會暴走一個回合，提高30%。之後係核心技能天才之靈科，佢係一個核心嚟嘅，啲核心嘅用種就係啲核心嘅部位要負責一個核心，如果唔係呢個部位就會好傷。所以核心係好重要嘅元素。我哋打呢個。受けてみろ。絶技。アトミックジャン。就係原子斬。粘土流射車。我最 Q 嘅，贏咗，排名贏咗。咁就係咁啦，如果有興趣嘅朋友，可以訂閱我個頻道。我通常